第3卷蒼山說第26章匆匆回府，不過是一瞬間的事情。范閒馬上又面帶微笑開始遊動，聲音卻有略微有些詫異。4年前，長公主笑了笑，唇角拱起好看的曲線，似乎在心中暗嘆這位少年郎。轉了話題，費介是什麼時候開始教你的？范閒知道對方在試探一些東西，面色不變，平靜回道：那是小時候的事情了。這話說得很含糊，長公主礙於身份，自然也不能問得過於詳細，只聽她似笑非笑說道：若不是知道費介是你的老師，我想包括宮中在內的很多人，都不知道你們范家與監察院的關係如此緊密。范閒手下越發溫柔，應答越發小心。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可能是父親大人與費先生以往認識。長公主悠悠說道：當然認識。往年第一次北伐的時候，你父親與費介都是跟在皇帝哥哥的中軍帳中。如果說不認識，那反而有些古怪。不過那時候我年紀都很小，你更不可能知道這些事情。是。范閒心知言多必失，微微一笑，不再繼續說什麼。長公主此時卻似乎來了談輕，繼續問道：你奶奶身體怎麼樣？奶奶身體挺好的。很久沒有看見她了。長公主柔弱不堪地應着：小時候我最喜歡你奶奶，那時候哥哥每次要欺負我，都是他護着我。范閒微笑着想到，如果奶奶知道現在的你想殺我，只怕當年早就拿根本棍把你給敲死了。陛下的意思，我想范大人應該和你說得很清楚。長公主甜甜柔柔的話語，忽然說出這樣嚴肅的話題，兩相比較，格外透着一股寒意。范閒的眉頭不易察覺地皺了皺，知道對方說的是內褲的事情，此時裝傻也不可能再蒙混過關，只好微笑說道：聽陛下公主安排。好，聽說你最近在京都開了家書局，開了個豆腐坊。長公主忍不住微微笑了起來，閉着眼的臉頰一笑之下，依然美麗。世家子弟多半是些只會清談不會做事的無用之輩，你能提前進入這個行當，為將來按守內褲做準備，這點我是很欣賞的。只是豆腐坊這件事情未免胡鬧了些。范閒嘻嘻笑了兩聲，根本不知道應該怎麼應對。其實我想殺你。剛才似乎變得融洽了一些的氣氛，卻因為長公主面帶微笑的這句冰冷話語，頓時化作了慶國北疆的寒夜，凍住了廣信宮裏的一切。四周飄舞着的曖昧白紗，也頹然無力地垂了下來。范閒依然溫柔地保持着微笑，只是將右腳往後方挪了2寸，擺出了最容易發力的姿勢。
監察院早就察出來了吳伯安與這個女人的關係。既然這個女人已經有2次想殺死自己，在這清清粉粉卻暗藏殺機的廣信宮裏，再來第3次，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當然，自己入宮是經都皆知的事情，按道理來講，不可能有人會瘋到在皇宮裏對自己下手。但是入了廣信宮後，看着長公主的自亂神態和說話的語氣，范閑無來由地心中寒裂。這女人似乎是瘋的。自己此時為長公主按摩頭部，雖然是對方要求，而且自己要娶對方的女兒，但畢竟男女有別，上下有別，萬一這個女人隨便用個調戲公主、逆亂倫常的罪名，調人追殺自己身後的那些人能怎麼辦？想救自己也來不及。范閑清楚，這個世界上真正恐怖的就是小孩兒、女人、瘋子，因為這3種人不可以用理智去判斷、去分析，隨時可能做出一些瘋狂而有嚴重後果的事情。而在范閑的眼中，自己手下這個美麗到了極點的少婦，無疑是集這3毒於一身。神志清醒毒辣的女人，行事卻有些小孩兒的志氣，手段卻有些風氣，構成了長公主李雲睿與眾不同，卻格外可怕的存在。正在此時，幾位宮女走進了殿內，一身淡石榴顏色的緊身宮女服，曲線不現，卻十分方便出手，腰帶略有些厚。在潭州浸淫暗殺之道10年的范閑，一眼就瞧出來了那些腰帶裏面是鋒利至極的軟劍。但他的手指依然穩定地揉着長公主以下的那片軟潤，滿臉微笑說道：公主殿下為何想殺我？很多人都認為我有殺你的理由，而且這個理由很充分。長公主依然閉着雙眼，似乎根本不害怕范閑會報起反擊，將自己斃於指下。范閑半低着頭，根本不再回答，似乎將注意力都專注在自己的手指上。其實他的雙眼到現在為止也是緊緊閉着的。廣信宮裏安靜地，連一隻幽靈貓走過都能聽見。幾個宮女緩緩地靠向宮長主的身邊，范閑閉着雙眼，只是腦袋微微向右偏離了一點點。請范公子靜手。不知道宮女們從哪裏又端來溫水與毛巾。范閑睜眼向長公主行了一禮，又微笑着謝過這幾位宮女，將有些酸麻的雙手抱入溫水之中，取過毛巾擦拭乾淨手掌上的水跡，一躬身到底。不知殿下感覺可好了些？長公主李雲睿似笑非笑望着他，柔軟的眼波裏猶自帶着一絲戲謔的感覺。但范閑知道，這個女人絕對是世界上最可怕的那一類人。好多了。長公主緩緩坐直了身體，側頭將肩上的黑髮理了理，半低着頭溫柔說道：
想不到婉兒要嫁的夫君竟然還有這樣一門好手法，說真的，我都有些不捨得你了。范閑很恭敬很安靜地站在下手，不敢多言一句。他知道面對着一個這樣的女人，不論你說什麼，都會造成很難分析的結果，所以乾脆玩個千言萬言不當一物的手段。你去吧，我有些乏了。長公主唇角綻出朵花兒來，柔聲說道：給柳姐姐帶句話，她今天沒來看我，我很失望。等范閑恭敬地離開廣順宮後，長公主的心腹宮女走到她的身邊，輕聲請示道：公主，殺不殺？或外音，大風，大風。只是逗小孩子玩玩罷了，不然這宮裏的生活還真是無趣啊。長公主像貓兒一樣伸了個懶腰，慵懶至極，誘人至極。這個少年還真出乎我的意料，倒像個30-40歲的人一般，很能忍，很能掩飾。長公主今日起初當然沒有動殺心，但看着范閑步步防備，不露半分破綻，這個將爭鬥視作遊戲的奇妙女子，卻是心中漸漸癢了起來。以她在這宮中的地位，以及范閑都能想到的變態心理，如果范閑真的稍一失神，只怕他真會下令殺了他。他的眼光瞥了一眼隔着垂重白紗隱約可見的宮門，唇角泛起一絲詭異的微笑，心中想着，在你準備出手前的那剎那，微微偏頭，這是什麼意思？本宮真好奇，范閑，你究竟是怎麼長大的？可惜啊，可惜！不知道這個女子是在可惜什麼，或許是可惜范閑過幾日就要面臨的危局。范閑是玩毒藥長大的，所以他發覺長公主是自己平生少見的厲害毒藥，是眼下的自己很難對付的角色。出了廣順宮，他面無表情地看着有些合睡的宮女醒兒，冷冷道：回吧。然後當先向儀貴賓的宮殿行去，竟沒有走錯路。宮女醒兒此時才發現這位范公子的後背竟已經是汗濕了，淡青色的衫子被浸出一道深色的痕，看着很狼狽。出了皇宮，上了等在廣場遠端的馬車，范閑的面色有些發白，手掌擱在腹間按在腰帶裏的藥丸上，自嘲地笑了笑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思慮縝密還是膽小如鼠。如果長公主真的想殺自己，又怎麼會選擇在廣順宮中？還好吧。范若若同情地看着兄長，根本不知道他在廣順宮裏的對話是怎樣的耗費心神，以為他只是四處拜見娘娘，累着了。范閑微笑着搖搖頭，對柳氏轉述了那幾個宮中娘娘託他轉達的問候，便開始催促馬車快些回府。柳氏與范若若好奇地看了他一眼，不明白他為什麼這般着急。馬車駛進了范府旁的側巷，范閑向柳氏告了聲罪，
便拉着妹妹微涼的小手，往後園裏飛奔而去。不過片刻功夫，就進了書房。范若若按着不停起伏的胸口，上氣不接下氣，說道：哥，做什麼呢？